1年1度嘅陸運會又開始啦！我係4A 班嘅姜佩琳，我係4A 班嘅陳怡彩，就等我哋為大家送上第2屆學校陸運會嘅特輯啦！大家好，我係救世軍端慈善基金和學生學校嘅太陽電視台姜佩琳。今日我想訪問一個同學，請問你叫咩名啊？我叫羅銘心。咁你今日準備參加啲咩賽事啊？200米同埋跳遠。你心情係如何啊？都唔算太緊張嘅，但係都會有少少。今日係點樣準備呢兩個比賽呢？盡我所能唔好放棄，睇下你上年點解會拎唔到獎，就可能揾翻個錯處。好開心，我哋邀請到一位6年級嘅姐姐接受採問。請留低去到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胡艷琳。你今日參加咗啲咩比賽啊？參加咗跳高嘅比賽。你今日心情如何啊？感到好開心啊，因為係我人生之中第一次喺陸運會攞到冠軍。佩琳，不如就等我哋回顧一下陸運會嘅精彩時刻啦。好啊，首先登場嘅係競項類項目，睇下啲同學起步幾快，佢哋全力衝向終點。有啲同學甚至超越自己嘅紀錄，真係跑出拼搏精神。好快就到擲壘球，大家瞄準目標，全力拋出去。同學之間嘅鼓勵真係令人十分窩心。嚟到跳遠項目，同學們都助力助跑加速，輕輕一跳就跳出自己最好嘅成績。仲有工作人員幫我哋整平啲沙，量度距離，真係體現咗全隊精神。佩琳，你最中意邊個項目啊？當然就係最刺激嘅接力比賽啦！選手接力嗰刻真係令人好興奮，令到全場都好緊張。係啊，佢哋代表緊自己嘅班別，希望可以為同學做得最好。努力過後，係時候上台拎獎啦！大家嘅笑容都好燦爛。係時候影返張大合照啦，記錄每一個難忘時刻。佩琳，咁我哋校園史記者負責做咩崗位啊？我哋校園史記者嘅職責都好充實㗎，要幫忙影相、記錄、採訪同埋寫稿，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見證。陸運會唔止係一個比賽，仲係代表住一個拼搏精神、永不放棄嘅心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4A 班姜佩琳，我係4A 班陳怡彩，我哋下次再見。